各位老師午安啦。咁咧，而家線上咧應該分別都有一啲係嚟自香港同埋澳門小學嘅老師嘅代表啦。咁都好歡迎大家咧參加我哋2026年嘅呢一屆嘅普通話嘅線上挑戰賽。不過咧喺未講挑戰賽之前咧，咁我都想咧簡單睇一下，其實趣學普通話呢一個項目係咩嚟嘅咧？佢咧其實係一個叫做公益嘅普通話學習嘅一個平台，加埋一個項目嚟嘅。咁咧包括咗咧就係由騰訊基金會啦，同埋我哋中國文化研究院咧就負責咧推出咧呢一個叫做項目咧，其實咧係住港澳地區嘅小朋友啦，同埋學生啦，去學習普通話咧，可以咧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數字支援咧，可以令到成件事咧係更加有效嘅。咁咧，我哋亦都好高興啦，獲得咗香港教育局同埋澳門嘅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咧，作為我哋成個課嘅一個指導嘅單位嘅喎。而喺技術支援嗰度咧，亦都好多謝就係騰訊基金會。騰訊旗下嘅互娛社會價值探索中心同埋騰訊嘅 VCAT Academy 咧，就作為我哋嘅技術支援啦。好啦，咁其實都想講翻啦，呢一個平台咧，本身咧佢咧係一個 app 嚟啦。咁而呢個 app 咧，其實咧大家咧有興趣咧，亦都咧可以直接咧喺呢一個 Apple 嘅 App Store 啦，同埋呢一個 Google Play 嘅嗰個商店入面咧，係可以下載嚟使用嘅喎。咁咧，每一個人，你哋咧都可以下載完之後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嚟到去登入啦。一陣間咧，我嘅同事亦都會介紹一下咧嗰種登入嘅方法嘅。咁咧都簡單講一講啦。我哋嚟緊呢一個嘅線上挑戰賽咧，其實咧就以呢一個嘅 App 嘅平台咧作為一個比賽嘅平台，所以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喺呢一個嘅平台咧，除咗學生可以參加我哋今次嘅線上挑戰賽之外咧，亦都咧可以成為佢哋平時用嚟自學普通話、練習普通話嘅一個好好嘅隨身工具嚟嘅喎。因為咧喺呢一個嘅 App 入面咧，我哋咧係分為咗有啲唔同嘅部分啦。咁學生咧可以喺唔同嘅部分入面咧，通過一啲好有系統嘅內容嘅編排啦，幫助學生咧去練習佢哋聆聽普通話啦，同埋朗讀普通話嘅一個能力嘅。而喺當中，除咗有一啲遊戲化嘅設計啦，例如有一啲闖關嘅活動之外咧，我哋咧更加有一個叫做 AI 語音評估嘅測試嘅喎。咁咧有部分嘅題目咧，學生向住呢個嘅 App 嚟到去朗讀之後咧，咁喺呢一個嘅 APP 平台入面咧，會有一個 AI 評測嘅功能啦，特別咧針對住港澳地區學生佢哋一個方言地區常犯嘅一啲發音嘅毛病啊，咁咧就好針對性咧，咁樣咧作出一個評測同埋一個建議嘅提示嘅。咁咧作為一個學習普通話嘅工具咧，佢咧有一個優點咧，就係學生佢係可以完全控制佢哋成個自學嘅過程啦，亦都好個人化咁咧，針對住學生嘅唔同普嘅能力咧，可以咧令到佢咧有一個自己去提升普通話嘅機會。咁我哋都知道啦，香港嘅普通話課咧，其實咧每一個禮拜嘅時數咧都唔係太多。我哋都好希望學生通過呢一個嘅平台咧，培養到佢恆常學習普通話、練習普通話嘅習慣。咁咧由呢一個習慣嘅養成之後咧，就可以咧提升翻佢哋學習同埋使用普通話嘅能力嘅。咁好啦，嗱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互動學習嘅 App 嘅平台啦。咁平時咧，學生都可以咧攞嚟配合學習。但係咧，我哋咧亦都有利用咗呢個平台嘅功能咧，嚟到咧推出咗咧一個叫線上挑戰賽嘅喎。其實今年咧2026呢一個線上嘅挑戰賽已經嚟到咧第3屆啦。咁咧話說去年咧，我哋首度咧邀請咗澳門嘅小朋友咧都一齊去參加呢一個嘅線上挑戰賽啦，咁咧佢哋咧都借呢個機會咧實踐呢一個港澳同學一齊學習嘅一個好好嘅契機。